越剧《新巡案斩妇》，上海萧雅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舟山越剧团联袂演出。编剧潘新宁、王希春，导演陈山明。剧本改编李惠康，作曲夏思杰。舞美设计鲍茂公，灯光设计葛章华，舞台监督陈仁明。萧雅饰演徐青。刘南燕饰演李月素，邱家饰演周吉，安夏兰饰演徐成，陈亚玉饰演夫人，滕妙芬饰演乳娘，陈玲饰演陈虎根，陈飞饰演周军。古板王江峰，主胡洪辉。快用我乱棍击打，把他们轰出城去！冤枉生生害别念，我心火一落，是进宫了。皇上不想正在了，我思想团长进要报。行军乱一路插宽道，乱进城板贪官此列报，走在民去进府门外。天不怕地不怕，怕自怕，丢了我头上乌纱帽。本官今日与妖子在身，不离命愿。来呀，把他拖了出去。是。且慢！分庭许卿，事情天，今日看来，恰是度日虚名。他把我附身为是巡按大臣许卿。将高长生带上来。是。你叫什么冤？要告什么成？少告18年前，杀人我府的仇人徐正。哪个徐人？
扶大家许成。扶八将许真，不就是许安大人的父亲吗？用你慢慢讲来。大圣，他必受之下丧了命。先生他知道是他早闻名，丝瓜生辉我生大情，激发衙门去投诉，假日过过下午被赶出门，马内务差家为你心等王舅。本官一定会与你作证。来呀，将他带回府院，听候发落。多谢心爱他生。你不是心爱他生，你不是心爱他生，有了他，我不怕许卿来寻查；有了他，我最就不怕丢五杀。哼哼，哈哈哈哈哈！
杀空难尽。路边难民苦人言，默默小鸟不曾读，喜情心中乃明个情。百姓饥渴思情，在民日夜盼忠诚。身为人王同王民，为民家人上山。上见守啊！冤枉啊！大人冤枉啊！大人周秀清，冤仇何来呀？大人啊，江南灾荒，臣民多了，朝廷发放的赈济粮，我们江阴灾民是连一粒米都没有分到，我们都快饿死了啊！呀，大人救救我！朝廷发放赈济粮，却不见官府发放啊！是啊，大人，我感动长寿回来，长寿是最急的老家，他将朝廷发放的赈济粮，早已曾约好封告之夜，推常进他老家视察，所以高价出卖，谋取跑离呀！大人冤枉啊！青天大人，冤枉啊！大人，小民陈福根，圣请问大人称万民草，上告何人？乱禁妇淫，罪戒。告他。后来，他人呐！看皇上挑夫也何苦讲，江南百姓苦哀
一户团关门，乱听鼓黑四分条，闻听得请安他人下江来。我曾不跟秋中托，断来大方招，请他人呈上反名章，正判官就在里。免受监牢，高瑞吉一拳为此不去罪，罪名若是他发配，去他自己为朝廷正罪了，为民自害，为民自害，为民自害。众乡亲。本府一令免人通关，求记罪名。多谢请安他人。哎呀，老人家。家少老爷曾经暖下一路劳累，白天瓦车早开，晚上还要复开哀眷。少老爷，今晚你就早些歇息了吧。是呀。说一路才明，本官实在痛心。上州百姓上告追击，江源百姓上告追击，这里唯有上告追击的万民长啊！一张张上只有事。西平来，高追击身为夫应，应为代。文中仗义不善良，他暗中推真不真在，种种都是血来。我国满营在发挥，少林剑有出无慈悲，不有人怒气冲冲，乃上来。李大人，暖京府尹追击举荐。哦，什么有请？是，有请这大人。巡安大人。哦，这大人，请坐啊。谢受。崔大人，深夜到此，定有公关。徐大人暖下巡查，十分辛苦。明日下官他被随举，为他人接风。崔大人，这名门赐予三生虎孽之中，我看你还是把接风的热量吃下去，再没怕。
大人与国于民，下官此大要哟。崔大人，我此番人我南京，可费了你不少心啊。不问虚情从里，小人父母传千里，咋知他负罪不松手，要他不管将我满城八级，因他官人老岁不心急，我叫他初当水为啥子意？背着下水很生气，待到热就地息。证明他也是多生气，啥时间叫他把头低？崔大人，徐大人，我来问你，这4月里少林发下的窃单正在米粮到哪里去了？5月里皇上征发的万贯巨款又到哪里去了？黎民百姓上告你推赃枉法，把这还是铁证是山。徐大人，你新官上任，有所不知。谈你越剧年长，就知道酒在于子，哪与不说心气，常在官上，其余不团之理。为官者，为他人留条回路，也为司机司徒铺就前路啊！进，皇上对你很无良，你文武出水在招张，身为朝中官，不与黎民共度患难皆这样，好像四团救民间，在民口中取得粮，万骑神灵招渡团，今日里难宽量，自发买发，谁让家在喜事自古嚣张，永续长。徐大人，刁民高唱，不可轻信。你他人不信，下官这里也有一张草纸，他人看了便知。
大人，巡按大人。巡按大人，只要你一案正来，一案必赢，此事便是天子弟子，你子我子，是让他上御前，下官绝不负你。考上人也在何此？哦，大人放心，我已将他逮为府院，与世隔绝，万无一失。速将他带来，明日我要亲自审问。是。我家少老爷回来的吗？真是。师娘，境外大人为了何事要传话于你？是我下南京府尹，上告18年前随我府的财神许真。请我大人再传话于我。18年前，许正许久未嫁，手里拿着一把专门鲜血的刀，看里还骂着你丈夫的名字，就是他，将我丈夫一刀捅死，还将他推上江中。是我趁他举罪必行，连夜向你报信，告诉你许家于财于私与官府同好，你不能告状，怎能逃生？是的，正是你所言。18年前，我向官府上告许真，差一点大误流生。从此，我愿领父把家，插家为你埋下咒怨。不想18年后来了新王大神，一路南下回民之后，是一个铁面无私、秉公执法的清官，还是我为父报仇的时候到了，我就拦路下药，上告杀人凶犯许真。谁知我竟将南京府尹错认为是刑案大神娘，今日刑案大神做发给我才来到这里。师娘，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请上随我一杯。师娘，你在刑案大神面前为我作证啊！哎呀呀，叔啊！你不知道境外大人他是谁吗？是谁？他就是你罪人许真的儿子，我的少老爷。哎呀，岳叔，岳叔，你醒醒啊，岳叔，岳叔。你认识他？不认识，不认识。你歇歇去吧。哎。
并你拜见心爱他生，你就是永离有手，真是并你。这张长子可是你所写，正是凭你所写，李有书。这生名子非同一物，句句说着时时如许，倘若安静吃着本源一念，天理作事，倘若仓促，事关生命，非同儿戏。非同儿戏。我明白了。他非同儿戏，一方爱我做件事我对错了呀。希望他身为心安全是他，我能做从今泰山呀。他父子毕竟是父子，我岂能深怨心情一年长。家把最恨呀才为上子参作罢。凭你此上不告了。怎么不告状了？大人，谢谢凭你此案已是隔18年，有些事却也记不清了。倘若上告，难免不出差错，岳父心安大人，我儿才为原上放他人快了。你当真不告了？当真不告了。凭你那出家之人，理该实在功法，刻受清贵，才会当中少下年纪，再也不问此事了。既然如此，上次留下，你为安去吧。不告状了，不告就太好了。一枝长枝送千金，
泪血涌来恨，他爱上多少怨，他爱上多少恨。世上恰若表里情，绝非娘让是真情。他来是结义把成功，真为得从力量心。莫非他怕19的人缘无人问？莫非他一知其人是我无情？少老爷，你唤我何事？是娘来，请坐。哎呀，不，来，坐。是娘，我家待你可好？老爷，我少老爷对我亲自一讲，心中是伤。你来我家多少年了？20年了。你怎会来到我家？老夫人生下你之后，老身就来侍奉少老爷了。你来我家离开过吗？哎，没有呀。是娘，我再来问你，你以方才那个师太相识的吧？不相识，不相识。他靠的是18年前我父亲杀人的命案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娘，你来我家20年，难道这12年前的事都不知道了吗？哎呀，少老爷呀，老身不知道18年前大老爷杀人的事，但老身却知道18年前大老爷从长沙经商回来发财的事啊。已是18年前，正是。这种上次定是南京府尹最近为到他这种专业事情沟通岳员外以约束前来诬告我父，哼，实在的可恨，实在的可恼也。来人啊！来。命令带领兵
定，在今日天河之时，趁人不备，去到刘永文，将那李玉树处死。8年前，我家大老爷杀了她的丈夫，使我放她逃生。这18年来，她受尽了苦难，没有想到18年后，灾难已落在了她的身上。月叔啊，你的命好苦啊！带我前去告诉岳叔。心急慌忙，李月书一直愿上起红根，空头出门。敲门的是谁？锦外夫子娘，师太，快开门！师娘，你到此做什？哎呀，岳叔啊，大事不好，你闯下大祸了呀！师娘。敲门的是谁？我乃古路客上进香完毕，开客难受，有劳师太引过方便。
先生，请稍等。哦。谢师太。唉，先生，你引我谈起。师太呀，谁爱大人来内经，是父苗教口一归零，家有成员待上书。下下棋，我强是莫忘希望花云人坎坷路不平，我愿生于上，我愿生先生啊，病老到来同人，你如何怎愿要赎身？第七元帅我怒何生？马一生牺牲杀子杀牺人。18年前风雨无报将心早不赢，他要杀我大现在。我跳江倒腾得一生，谁问心爱是青天？我深愿保全奉是人。想不到菩萨事故下去，倒叫我是心非心，是高非高，你我不说过真有灵吗？是啊，哎，不可思议！天下多少新闻人，闻香祷告求神恩灵，可就是多少幸福共享人，偏遇凶祸遭不应。
不杀真为无已经，深夜真不现人灵。幸福求人以何用？闻香祷告是迷是心偏是伤。我这里死掉妻子把上高，来一个是兄是姐是后是父，是成林。不管你先生信不信，你此上定罪告不真。是太你话中是有一瓦生，外望上一点秘境。家人本有慈悲心，我怎能看着他去落眼睛？我是将真心告知他，免得是遭凌。先生啊，你好心爱是何生？他是哪一个啊？他是啊，他是哪一个啊？他就是你随身之子叫许清。他固执许人就是我无忘情，看起来车上定是此原因，啊是太阳再问许清是晴天，是晴天，怎为人世望黎明？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有多少清官难行官所行。天灭八公在这儿，烟尘动摇两三分。常言道，同心同作一家亲，当对国头连着筋。何况他父子我所亲，心爱他怎为大义灭亲不寻亲？是太你上朝公我才来问，李小三怎为如此之难行？我是听旁人说的，你是听哪个说的？我倒要当面请教。我是听香客说的。哦，我倒想起来了，啊是太
若云外内一丝心怀人愿18层，也是闻得心爱道，他来路高尚，把元生才知见了心爱面，他的人一番谁太插下上之外爱们，是太年人与爱，两来拟定人之心，难中情。师太，我见你神色慌张，莫非高尚的师太就是你我？先生你不要胡言乱语，上来不问清规，时候不早，先生请便。既然如此，何为有计？高士宋先生。师娘，哎呀，岳叔啊，我家少老爷见你踏在车上，初当你被南京府尹走进马桶，一怒之下，今夜就要派人杀你来了。你快随人张头您去吧。哎呀，岳叔，哎呀，岳叔。我都已经听见了。
家，他来向你俩祝贺。原来是这大神，他还有情。徐老友夫人要去南京与巡按大人团聚，下官特来陪伴老大人一路同行。哦，与老周大人费心了。不过，徐老爷，福为何之所依？何为福之所伏？在这万事事宜之时，还需小心谨慎啊！此话怎讲？18年前，吴邦将杀人命案。18年后，一张长子高到奔赴，那杀人凶手，那杀人凶手该杀。哦，老夫人，那杀人凶手杀不得，却是为何？他不是别人，就是你家老爷许昌。哎呀，这位大人啊，你是我老爷杀人，是非所实。本府三审六问，一无差错。本府念及许老爷是巡按大神的父亲，父子终于血缘之亲，国族之情，才将此章呈交巡按大神。今日他来告知，巡按大神毕竟是你们的儿子，你俩早着准备，连绵4日长命，举国华雄为节呀！下官前听伺候。老爷，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18年前，我与客上素遇，合伙经营，生意兴隆。到了年中分红，却少了1斤，分明是他背着我做了手脚，我欲查不到证据。那一天，你去娘家团亲，我就到58将军旅设宴请他喝酒，结果他在了，我也在了。遇到是卷土正义，我质问他是否做了对不起我的事，他一听抛而去。看
见他摇摇晃晃，一句锵锵在他刀江畔，我不义，我把他无耻拉到儿来呀！怎么样？气得我把车开到通过去，能听到他扑倒在地叫声错，双手捧着拳地棍，霎时间滚下了我。总以为我哈风高神不知。想不到18年，他去向官府报了。你好狠心我夫妻相爱同枕，到怕头想不到你尽管知道杀人。你晚下是丧命财呀，到如今你叫我是在做人啊！禀老爷夫人，请魏大神出教备好，请老爷夫人收拾前往来见。也只有去，我儿了。我生命更深情，一轮水。
孤影无名，西秦路，心似马，怎顿此？又是谁难割舍？无此情相从王邦高中西红哟，忠义王方自成疾。谁知晓高堂今日他才生，上天海里谁滔天？心心相连，你无良策能救弟弟避后灾。想必我跌落深渊万丈难，我怎能狼狈为奸？上天里将黎明报喜，心旁开。难了弟弟是十几，难受老母失王爷，是故忠孝两难。情
可蒙蒙受人心情好结。徐大人，你还是为你领证光开一面为好老从儿郎，君王引我来让看齐，能够行事不离在民通，你亲人亲民，能杀无主义，无欺人满王法杀真凶。暖金复议，这就举荐。来得正好，有请。是，有请这大人。巡按大人，来呀！将这件拿下。且慢！须请你私满负罪，我已通报刑部，并呈圣上。你私吞朝廷真这样，你让上日老家王冠高价出罪，本院也让可塞落日出了。至于许人杀人一案，本院自有公道。来呀！呀，下去。许请你。大人，定你此上绝技不告了。怎么又不告了？大人，
来报仇，拦路高上追你手，谁知仇人是你父。我恨听此言心念头，我以为你定会杀人来灭口，你恰是因公执法行多累，再叫他心多杀去是该，要拉你拐杖无比耍阴来，你光明来老堂内，我寻思进去杀来，查中国要切切烦。你这样的好公，家少远。他生啊，我女一想，一生把财仿佛。我愿你以我之力把功名得大神啊，我真心实意家大神去。据大神将并你之事一笔勾。李月说，18年前的命王时隔多年，不用吐言。我要你先与我父亲当面对证。大人，报！毕大人，太老爷、太夫人到。你吩咐下去，花园设宴。是。打开正门，出外迎接。是。儿郎，弟弟，儿郎，哎呀，我的儿郎，母亲。弟弟母亲在场，请随孩儿大礼参拜。我儿快请起。弟弟母亲，请上手。清风萧瑟，冷清清，微风谁是泪盈盈，
山，将你欢笑尽伤情，今日父子成永别，曾经往日两离分。你怎么啦？啊，弟弟，母亲，茶馆在路上来忙，是梦上亲戚在想。今日大家重团聚，各位就已经高堂。哎，居也进高堂，好领儿心惊慌。怪不得撒把一些把你我，而今要为难小人郎。
明日就要办法上，我要将有酒看内脏，总算是天上心上一把。一股神，一股神，什么神啊？他家破人亡，落发为你在哦。岳云书师太李玉书前来，是。并你结果心安大人。弟弟，你认识他吗？与宿命同生。是了，你陪李玉书下去吧。是。儿啊，为吾知错了，你去烧死为吾吧，老爷。君子与香儿，把情讲。儿郎，父母亲。
亲他。为是人啊，身边他今生儿女无比，因为本愿，盼头儿生就地。天上心上，你杀人害人上天了，冤则冤，你了是枉法出手。岂不是失信于民为所亡？不能忘，就是周烈王一杀临心，遭灭亡。临本宗旨不苦的。百年长，亲人深爱，心是情。母亲
我酗酒杀人，法不用情，是我害了自己。18年后，我不能在自己的儿子徇私枉法，毁了一生前程啊！老爷。带来人当营场，在做你的小二郎。千重山难走，爱恋心。去门家村往外扬啊，风雨跌宕。凤凰桥，我雨后面貌是山
不去吧。世上凄凉的王法条条难用起，秉公断案须无私，耿耿担心明王庭。来呀！有将南京府尹最近一让来。是。岂料本官为何不归？请问巡案大人，若用案立约书长告你无杀人一案，你是怎样取证的？你是怎样发落的？请你在公堂之上明言。来呀！将许成一让来。是。许成，18年前杀人害命，事情案情已发，你为何苦讲？杀身偿命，谁给万事，天后发落。你为官不忠，在当中，王英暴力太荒庸，征集两款集团上部，故贼名从而龙。你有谁的家本？
我罪名，我死埋荒中，万千罪名告发你，为父王法才难用。我这里立即将你依法人治明正义，孝义天下，咱虽是忠。留于后人敲金钟，刀不垂。将这些许人抬出去，斩首示众。许庆，我这人残恶的，为君命运